地人在地前来看云林北港的义民庙，新历的7月初1到初6要举办着公谱的活动。除了有艺阵甲国乐的表演，嘛结合着传统的仪式，结肉山来祭拜着义民爷公。 北港义民庙义民爷公自清朝时代建庙，照顾北港乡亲超过230通。为着要纪念清朝战乱的时保护144位技师，义民庙拢会伫咧逐年咱人5月30举办义民庙公谱的祭典活动。阮即摆是义民庙，每年就拢会办有即个义民爷公谱，欢迎大家来甲阮拜义民公。义民庙若是义民爷的信仰中心，嘛是见证北港百年历史的宫庙，除了向义民爷祈求平安，嘛借拜拜仪式来传承义民爷公的精神，延续百年文化。我们希望就是说，北港朝天宫，武德宫拜拜的时候，一定要来我们北港的义民庙。 今年节目真精彩，欢迎全国乡亲同齐来到北港义民庙遮行踏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